继续来看国民党南投县长的候选人柯淑华，洪指控硕士的论文涉嫌抄袭。逢甲大学经过2个月审查，结果出来了，讲是不当的引用，唔是抄袭，讲爱修正，也毋过唔免撤销学位。柯淑华是感谢学校判定伊的论文无抄袭，为着要捍卫家己的清白，柯淑华嘛来放声咯，讲若阁质疑伊的论文，就无摆图要提出告诉。国民党南投县长候选人柯淑华的硕士论文涉嫌抄袭的风波，经过逢甲大学2个月审查，结果出来啊。许淑华的这个论文的话，他的确是有违反学术伦理，但是呢，他的程度没有到重大到足以要撤销学位。校讲柯淑华224页的硕士论文有32页内容，和论文核心、研究动机、目的，和涉嫌抄人的文章有差别。判断这不是抄袭，是引用无好势。判定内容的原创是柯淑华家己的。引起这么大的一个社会上的关注，当然是因为政治的一些原因，但是我们认为。所有的政治到了校园就应该停在外面。学校要求柯淑华要在121年度的顶学期完成论文修正，送交学校备查。柯淑华嘛来开记者会，对学校的审查结果来出面回应。有不当引述的部分，我没有注明出处的地方，这是我的疏忽。我的论文呢已经被消费了整整2个月的时间，我并不打算拿这件事情来跟林志坚做对比。我只希望这件事情到这里正式落幕就好。柯淑华感谢学校判定伊的论文无共抄，为了捍卫家己清白，放声讲，若是佮讲伊的论文是抄别人的，就改过。依据台大的标准，许淑华的论文就是抄袭，所以我们对逢甲大学感到百思不得其解。对手蔡培慧认为，照台大标准，论文超过20%，共款就算是抄袭。对逢甲大学的审查结果无认同，不过学校认为抄袭的范围、大人的解说拢无共款，上尾的结果就是照原创性去判定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